新竹市最近拄完成中华路道路改善工程，不过所有民众因为防检机违规停车，竟然要求市政府爱加进行道浮条。附近的民众和机关拢讲，这长期以来是欠缺安全的过路人空间，要求市政府袂当因为停车需求，却去牺牲过路人安全。 原本要让过路人行人行道，煞去乌多摆甲汽车渐渐去。新竹市中华路4段往中山路的路段，最近才拄画好人行道线，因为只有停车的需求，停伫遮的车辆常常互人检举。市府虽接得真情，希望甲人行道取消，民众知影了后批评真离谱。当然不行啊！ 原本市府规划就是大家走在外面那个人行道，我觉得这是利益良善啊。那涂销之后，行人到底要走在哪里？难道要跟车争道吗？在地议员指出，这搭附近有国中、参高中，逐天有真侪学生上下课，却去因为无安全过路人空间，敢若会当甲车相争，实在真危险。要求市府一定爱甲用路人安全放第一。过去这段路完全没有安全的步行空间，学生只能在马路上 与车争道极为危险，因为违停被检举太多，就要求涂销这段人行道。我认为这是倒退，也是对学生安全的不负责任。主要提供行人安全的步行空间。 为了兼顾当地的停车需求，也设有停车空间。市府呢是收集各方的意见，推动相关的交通改善。那有关民众反映的意见呢，市府也会持续的观察，并滚动式调整相关措施。新竹市交通处回应，人行道是提供民众安全的用路空间，而且附近冇设停车空间，暂时别去取消人行道的设置，会先观察使用的状况，再看敢需要做调整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